安，真欢喜，主席咱做伙组织，更较欢喜就是咱后礼拜要去野外礼拜，应该4、5年无出去佚佗啊，毋是佚佗啦，野外礼拜咱欢喜做伙来参加今日主日的礼拜。咱礼拜前先来锻炼两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第8首。这首诗咱若注意看伊的作曲，就会当体会即个曲的厉害所在吼。伊是海顿作曲家海顿，伊是对巴哈搁落来，算讲足厉害一个器乐的即个音乐家伊是奥地利人，伊比如讲第94号交响乐，还是迄个世纪交响乐，拢是伊做。所以咱的圣诗包罗万象，也有原住民的，也有世界各国的民族所做的曲，嘛有足伟大的音乐家所做的曲，咱真欢喜来丰富对即个圣诗来丰富咱的心灵。咱来请琴对头应该是安尼应该是先来读即个话，因为即个13节有几啊字爱特别来注意。咱对第一节来读，夜幕观看无限强壮，千万星星布满天空，河海交争，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日头出现，东升西落，彰显上帝全能创造。伊发光辉，照遍宇宙。时间带领，统管万有。时间带领，统管万有。第2节。黄昏、日落、月亮出现，光照大地，故事连连，无言无语，空气由来，欧陆上帝圣洁光彩，伫伊周围无数光星，亲像万千明灯，闪烁。一面欢呼，一面运行，欧陆上帝信实温情。第3节，日夜星辰无分节令，长期静默运转无停。虽然长西无出声音，顺照天律发出光明，世间众人欢喜来听，强腔传出荣耀的声，伫光明中永远欧陆全能上主伟大创造。好，咱请琴来甲咱弹。第1节，夜幕观看，无限强壮，千万星星布满天空，河海交织，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浪。当最水落，彰显上帝全能创造，伊发光之。第2节。黄昏、日落、月亮出现，光照大
无思念的，无言无语，讲起由来，何路上帝心嘅光彩，天对就位无所全命定相思，一片欢呼，一片温馨，老路上帝心事温情。第三站，一月七夕，无分节。全英雄主伟大匆匆。咱伫咱的生活中，特别是咱去较郊外、山顶、海边，看到这中枪的时，咱有这种感受来学习咱的主。第二首，咱来吟，咱应该算真好听的一首。605首，这首诗嘛是我最爱听的一首诗，因为伊的作词是我真爱一个潘霍牧师哦，之前有甲咱介绍过，我较爱伊，伊有写一本《跟随基督》的，我较爱伊迄本《狱中书简》哦，《狱中书简》这首诗会当真勉励咱哦。今日牧师讲道用约瑟。去互伊的兄哥称做一个做梦的人，当然我毋知影牧师顶首是感觉潘霍华是一个，嘛是一个做梦的人，还是我是感觉伊较属于向家己所设的目标、信仰的目标咧迈进的一个人。咱来唱605首。第一站，可尊天奇妙开来地无，这心天好自所安排道路，我在上帝面前无别的脚步。亲切祝福。第二站，虽然撒旦强逼我心情艰苦，用路经袂当打无法度，心灵惊兄你真求阮当见光，这是属你甲阮臂膀。第三站，你心碎，予我可悲到满出来，上帝的旨意深刻我的了解，我有感
是世间你所属一切，永受灿烂一等你落甘甜，常常纪念你心灵之无袂停，愿关于全心爱拢归向你。咱准备先来做一个。今仔日是建堂复现主日，请大家备办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就是你若用喙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因为人用心信得到得到义，用喙认得到得到救。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信诗第8首，正诗第8首，拿起哩。
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咱灵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为圣神投胎，为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本流比勒多入来受苦，浸死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搁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对赦免，配搁活永远的福。阿门。请坐。大家用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2节以及45节来应答上帝的话。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2节以及45节，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学乐。就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上主的人心内着欢喜。伊的奴仆也必拉罕的后裔，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伊命令金风降落伫迄个土地，将所挖靠的米牛一概断绝。人用骹靠伤伊的骹，伊受铁链捆绑。王找人甲伊偷开。设立伊做王家的主，管理伊一切所有的。伊着学老上主，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学老你，因为你赏赐阮气力甲勇气，互阮伫任何环境中拢会当得胜。阮知你听阮，也赐福互阮。主啊，求你赦免阮，阮常常哩顺利甲丰盛的时，袂记得你。求你互阮真实认捌你，听你，敬拜你。无因为丰盛的时阵就来离开你。主啊，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稳重的奥秘；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祝福的声音。求你互阮亲像囡仔一样，全然倚靠你，有受教的心，甘愿顺服伫你的听内面。互阮有敏感的心，明白你呼召阮，找找失丧的人，互因认捌你，求你帮助阮。主啊，感谢你，互阮伫生命中拄着各样的挑战。感谢你的稳定甲带领。伫个风雨中，你甲阮同在；伫个伤心的时，你使阮平静安稳的心。求你继续带领，互阮勇敢面对生命中每一个关卡，互阮伫内面会当学习倚靠你。求主帮助阮会晓管理家己，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愿你将生命的活水赐予心灵喙焦、仰望找找你的人，互阮每一日拢有你的恩赐。恳求你圣灵光照阮，那亲像早起时天顶的星照伫阮的心内，互阮继续领受对你来的感动。求你扶持，互阮的生命成做你的见证，也愿阮的教会会当成做台湾社会的祝福。愿圣灵的感动，互阮伫艰难困苦的时，也阁会当享受上帝同在的望。奇妙的主，万事拢有你掌管。愿阮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接受，由你赐下耐心甲顺服，回应你的呼召。我也要为教会的建堂来祈祷，求主你的带领，互阮同心同行，做伙奉献，做伙祈祷。主愿阮将阮家己献伫你的面前做活祭。也献心、献金、献工，互主你来使用。我也要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由你的圣神做工，互阮明白
照起行。愿献上以上的祈祷，愿主赐福。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入讲。
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37章第20到第4节、18节到20节，以及28节。家己汉语本圣经40页。旧约创世纪37章第20到第4节、18节到20节，以及28节。约瑟17岁，甲伊遐兄10甲雇羊，伊是一个囡仔，甲伊的老爸会说伊劈来的囝、失败的囝常常做阵。约瑟将伊遐兄的歹品行，甲因老爸讲，以色列听约瑟看赢过，听伊的正囝，因为约瑟是伊年老死的，伊甲伊做一领彩色的衫。约瑟遐个兄看见老爸听约瑟过头伫听因，就怨恨约瑟，会甲伊讲和睦的话。18节，因远远看见伊，伊也未行到因遐，因就三甲计谋要害死伊。大家三甲讲，你看做梦的来啦！大家三甲讲，你看做梦的来啦！后来撒旦甲伊杀死，迄伫一个大井，才来讲有歹兽食伊。咱才看伊的梦将来怎样。28节，遐个米甸的生理人对遐过，伊的兄就甲约瑟对井内绑起来，将伊卖互以实玛利人，得到20个银。遐个人就带约瑟去埃及。牧师讲道，题目是做梦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定定做眠梦吗？我会当讲，每一天暗时我拢会眠梦。有一个梦上接出现的，就是我会伫梦中走来走去，一直找便所。但是足害的是，当我伫梦中找到便所时，迄个便所毋是无门，就是歹去。所以伫梦中的我非常的着急。原来迄当时真实的我是想要去便所，但是我阁变单起床。有当时你嘛会出现伫我的梦中，所以若起床的时，我若会记你即个眠梦，我会甲你赖一下，看最近的你敢有啥物特别的代志在发生。眠梦真正是真趣味的代志。伫咱困甲感觉一切无明的时，梦境的内容较真实到，互咱有当时会伫梦中流目屎。就伫迄种半眠梦、半清醒的中间，咱会去怀疑讲，到底这眠梦敢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咱会放伫内心，不断伫遐思考，咱袂一个就讲出来。甚至有个人较迷信的，伊嘛去求神问卦，问梦讲会当知影即个梦的意义。所以，咱若看今仔日的主角约瑟，会感觉伊非常的奇怪。因为伊一梦就讲，并且连伊讲了伊的哥哥去配面，伊嘛毋管。第二摆做眠梦，伊嘛是一梦就讲。所以一个赫尔爱眠梦，讲伊的梦的人，无怪伊阿兄讲伊是做梦的来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那个做梦大王，迄个真够做眠梦的来啊。迄毋是一种兄弟关系真好的一种，伫遐来讲耍笑，迄是一种口说，就亲像咱会笑一个人讲，你即个迟到大王共款。因为约瑟迄两个梦，一听起来就是对伊阿兄非常不利。第一个梦就是因伫田里伫遐下五谷，10个阿兄所下的遮五谷，拢往约瑟所害下败。第二个梦佫较过分。天顶毋若是10粒星，连太阳甲月亮嘛往伊下拜。所以当约瑟讲出这第二个眠梦的时，连伊的爸爸雅各嘛责备伊：你所梦见这个梦是怎样？总无我甲恁老母、你的兄弟拢要拍地拜你吗？但是兄弟姊妹，眠梦有啥物好通计较的啊？伊阿兄应该听听的，笑笑就过去啊吧？为什么要怨恨、怨妒伊呢？这是因为因听了内心有数。因为伫古早时东方的文化，梦是神明向人启示的一种方法。所以，规段经文内面，伊虽然无甲咱讲即个梦，约瑟的梦是对上帝来，
但是咱对这10个阿兄的反应，就是万多万分会当知影，因非常清楚明白这2个梦所带来的意思。因为一个梦有可能无准算，但是连续2个差不多内容的梦就真做印证。这2个梦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讲约瑟会伫因的顶面真做因的王，所以当然这阿兄袂爽快啊！伫听见伊第一个梦的时，伊应约瑟讲：“总无你真正要做阮的王吗？真正要管辖阮吗？”所以咱看见约瑟这2摆的面梦，阿兄2摆的回应，拢是充满生气怨愤，并且圣经甲咱讲，因搁较怨恨伊，搁较怨恨伊，这表示进前已经有发生甚物款的代志，互因开始怨恨约瑟啊。所以然后对这2个梦了后，因搁较怨恨伊。咱会当对第2节到第4节，互咱看出一寡美感。而且讲约瑟17岁，甲伊遐个兄3甲各样，伊是一个囡仔，甲伊的老爸细姨撇拉的囝西帕的囝定定做阵。约瑟甲伊遐个兄的歹品行，甲因老爸讲，当以色列听约瑟较赢过听伊的正囝，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生的，伊甲伊做一领彩色的衫。约瑟遐个兄看见老爸听约瑟过头听因，就怨恨约瑟，袂甲伊讲和睦的话。约瑟是雅各第2个某，也就是雅各上爱的某拉结，伫伊真年老的时替伊生的第1个后生。除了约瑟，即个拉结了后，佮生一个便雅悯，就死去啊。所以有可能是伊上爱的查某人所生的第1个后生。即个雅各对约瑟的疼是超过第1个太太甲其他细姨所生的后生。但是因为雅各的偏心，互约瑟伫手足关系内面无受欢迎，甚至有解经学家讲，即个大某的囝超故意将约瑟放伫遮女婢的囝的内面，互伊甲遮女婢的囝做伙，用安尼来降低伊的地位。另外，雅各互约瑟迄领彩色的衫，嘛带来遮兄弟对约瑟搁较大的怨恨。因为古早时的染料非常的珍贵，所以迄当时会当穿即种长甲手、长较骹盘、遐尼啊长彩色的衫。是一种尊贵的人所穿的衫，但是规家伙仔内面竟然只有约瑟有安尼一领衫，所以咱会当想象，每一届当约瑟穿起迄领彩色的衫出现伫伊兄弟面前的时，就好亲像不断地提起这兄弟仔，只有我是老爸所疼的后生。因伫遐逐工看，袂怨恨吗？经文嘛，甲咱讲，约瑟甲阿兄的关系无好的原因，嘛是因为伊会将阿兄的歹品行报互老爸知。我想咱若是伫厝里排行上大的，咱下面有小弟小妹，咱拢有共款的心情。这小弟小妹除了会晓哭以外，因有一项上厉害，就是真会晓做报马仔。这是每一个时代拢有的问题。因为我伫上山国小问这囡仔，因上讨厌因的小弟小妹，因为每一届拢甲爸爸妈妈打小报告，所以你会想讲，哎呀，这个约瑟那哈尔白目，袂晓看面色，黑白讲话，搁爱打小报告。但是咱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约瑟伊无藏伫内心，伊有啥就讲啥。是因为伊有一种真单纯的个性。另外，虽然伊是一个有钱人的后代，爸爸佫真疼伊，但是伊无利用爸爸的偏心。伊17岁嘛开始甲伊的阿兄伫遐来牧羊。伊虽然真爱做民梦，但是当伊的爸爸派伊去看阿兄甲遐个羊伫事件迄个所在敢有平安的时，伊嘛顺叹，伊马上会去。伫遐有一个问题就是。牧羊人四界找草仔、找
水是非常普通的代志。为什么即个做老爸雅各袂放心伊的囝去到示剑迄个所在伫遐牧羊咧？因为今仔日咱看的是创世纪37章，伫创世纪34章有一个记载，就是约瑟的阿兄因为因的小妹低娜互示剑人侮辱，所以因就用计谋杀死所有示剑人所有的查甫人。并且佫将因的牛羊所有的财产拢抢了了，所以即时雅各伊的后生去甲示剑迄个所在牧羊，就出现一种紧张。无怪即个做老爸雅各袂放心，就派约瑟去查看。另外，咱对了后约瑟伊的一生，咱嘛会讲看见一个互上帝使用的人，一种真单纯的个性。一直伫伊的身躯顶，拢无改变。亲像伊互主人的某陷害，互关伫监狱，伊嘛是安静囍伫监牢。伊替即个监牢内面这两个官解梦了后，即个人放出去，较袂记得伊，伊嘛无伫遐申诉。伊忘记，伊伫遐有梦，伊即个法老做一个面梦，讲即个埃及有即个。法老做一个面梦，然后即个约瑟去替伊解梦。解梦的内容是啥？即个埃及会有7个好年冬，7个歹年冬。即个约瑟伊嘛照实讲呢，伊无亲像一寡奸臣报喜不报忧。最后法老高升伊的地位，伊嘛无趁机会伫遐歪歌。甚至了后，伊阿兄来埃及来买食物的时，虽然伊有淡薄手段，互伊阿兄惊一条，但是最后伊是无顾伊宰相的尊严，伊伫埃及人的面前放声大哭，甲伊的遐兄弟来相认。所以咱会当讲，约瑟一直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接续落来故事，会互咱怀疑上帝为什么会互一个遐尔单纯少年人，甲17岁尔，伊会去拄着安尼的代志？接续的经文甲咱讲，因远远看见伊，伊还袂行到遐，因就三角计谋要害死伊。他去三角讲：“你看做梦的来啊！后来咱互伊杀，来甲伊杀死，迄伫一个大井。”才来讲有歹受食伊，咱才看伊的梦将来怎样？为什么约瑟阿兄远远会当看见伊，会当行过来咧？因为约瑟迄领彩色的衫，伫旷野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一看，一想着老爸的偏心，佮想着约瑟迄两个梦，这阿兄夹起来啊！特别现在，因是伫示剑即个所在。示剑即个所在是以前因屠杀示剑人的所在，所以对因来讲，要杀死家己的小弟，嘛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但是就伫即时，上年长的阿兄鲁便出声，咱毋通害伊的性命，并且即个阿兄佫提议讲，毋通互伊老伙，甲伊ฮ็伫旷野的大井，毋通下手害伊。看起来，即阿兄真有情。想要保护小弟的性命，但是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鲁便伊想要救即个约瑟，毋是因为兄弟仔情，是因为要互约瑟倒去伊的老爸遐。这是因为伫创世纪35章嘛发生一个代志，就是鲁便甲伊的老爸雅各的细姨毕拉发生无正常的关系，所以这互雅各非常的生气。所以现在鲁便要救约瑟，是因为伊想要稳调家己大囝的位置，无毋茫讲，佮即件代志，互伊的老爸来生气得罪伊的老爸。所以咱看后来经文，当伊转来发现约瑟竟然互伊其他兄弟用20块银卖互以实玛利人了后，约瑟无伫大井内面，鲁便无问讲小弟伫倒位。伊马上的反应是啥？囡仔无去啊，我咧，我要倒落去咧。伊想的是家己，可见伊迄当时烦恼的毋是约瑟无去啊，嘛毋是雅各会怎样，
是伊做一个大囝，爱为着小弟的性命负责任，并且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失去大囝的位。伫即段经文中间，37章的中间真有意思的是，面对突然间的造物，咱竟然伫37章无看见约瑟，互伊的阿兄等伫大井内面，伊的反应。迄若是咱一定伫遐哭，一定伫遐求。但是咱若搁去看创世纪42章，当约瑟遐阿兄徛伫正做宰相的约瑟面前，当然因无认得即个宰相就是约瑟。这阿兄伫遐讲起，搁一摆讲起因真正所做即件代志的时，因伫遐是用希伯来话伫遐讲，因讲咱对伫咱的小弟实在有罪啊。伊哀求咱的时，咱看见伊内心的艰苦，也毋肯听伊，所以即场的苦难临到咱啊。所以咱会当知影，约瑟互伊的阿兄等伫井里，互卖去以实玛利的人的手头的时，伊是不断伫遐哀求，可能伫遐哭伫遐哀求，但是这阿兄咧，看甲看袂得，听嘛毋肯软心。所以看到这会互咱感觉非常不平。为什么一个遐尔单纯正直的人，会拄着遐尔大的背叛、遐尔大的伤害？上帝啊，你是伫倒落？上帝啊，你为什么无出手？就亲像咱伫拄着苦难的时，咱嘛是安尼拗叫。上帝啊，为什么这个代志会临到我咧？但是约瑟故事互咱看到。这答案无法度马上显明，因为约瑟17岁封卖，到伊伫埃及正做宰相的时是30岁，佮经过7年的好年冬，7年的歹年冬，所以约瑟甲伊的阿兄搁一届见面，至少是28年了后的代志。兄弟姊妹，伫这将近30年的时间。连约瑟伊家己嘛无法度测度上帝计划，因为在地伊看迄当时是苦难，但是伊无想到这是伊拯救伊全家非常重要的关键。兄弟姊妹，咱嘛永远无法度测度上帝计划，但是安尼咱要安怎咧？咱来学习保持单纯顺服。但是我想，伫即个时代讲单纯会互人笑。即个时代你讲单纯，就会安怎会吃亏嘛？但是咱看见上帝所拣选的奴仆，就是会拄着遮个代志。毋若是约瑟，咱看了后，摩西、以利亚到耶稣，圣经遮个人物，互咱看见。无论这人安怎做，拢会招来人的怨恨。所以，就亲像箴言所讲，爱害人的怨恨完全的人，行正直的人是歹人所怨恨的。这一定是会发生的。上帝所拣选的囝儿，行上帝心意的囝儿，一定会受到人的怨恨。但是咱毋免心怀不平，因为咱嘛看见上帝恩赐，甲落尾上帝祝福是超越人的想象。所以伫世间，咱虽然无法度来改变即个世间的歹，但是伫即个歹的环境内面，咱会当倚靠主的气力，就亲像罗马书第12章21节所讲：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咱用安尼继续来为主保持单纯顺服的心，因为咱相信上帝伫安静的所在嘛伫做工，上帝毋是无看见，是个时间还袂到。伫即章经文内面，约瑟这两个梦真明显是对上帝来的启示。上帝照着梦来显明，伊要对雅各一家，甚至是全以色列民族的心意。伫即章内面，梦这个字，梦代表上帝的旨意。这个字的名词，伫即章拢总出现7摆。
另外，代表人的计谋、人的诡计的搭箭，拄啊好嘛出现失败。所以伫遮咱看见，虽然伫第37章咱看见上帝旨意甲人的计谋，敢若形成一个真强烈的对比，甚至人看起来敢若赢，人的诡计赢过上帝旨意。人想讲家己足厉害的。但是人伫暗中计谋，上帝旨意虽然看起来无出声，但是咱看见上帝旨意悠远的运行。另外有一个字“看”，嘛伫即章出现几啊摆，其中有5摆是出现伫约瑟伫伊阿兄伫解说伊梦的内容的时所讲的。所以这嘛是圣经作者留互咱的线索，提醒咱毋通因为迄是梦就看轻伊、忽略伊，爱对约瑟的梦来看出上帝旨意。所以伫规个37章的中间，上帝完全无出声，看起来人的计谋成功伫执行，看见正直的人受了迫害。但是约瑟的遭遇，实在是上帝已经开始实现伊互亚伯拉罕的应允。伊互亚伯拉罕什么款的应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要成做大国，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济。所以虽然即时看起来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是一个少年人的悲剧。但是咱看见约瑟的性命得到保存，然后伊去到埃及，并且照着伊大身去到埃及，最后以色列人拢煞去埃及，因渡过迄个大饥荒，然后经历出埃及，最后以色列人去到上帝应允的迦南地。所以37章毋那是约瑟伊遭遇困难的故事。37章实在是以色列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要伫遐尔黑暗、安静的内面看见上帝的旨意，伫运行实在非常的困难。毋过咱千万毋通互魔鬼用安尼的机会来暗藏咱的目睭，来抢夺咱的心思意念。因为对今仔日即个故事，咱嘛看见。上帝旨意永远悬过人的计谋，甚至人伫遐都无半步，想讲真厉害的步数，竟然嘛伫上帝大计划中间。所以约瑟故事会当讲是咱伫即个世间行伫上帝路的顶面，一个真好学习提醒的一个模范。因为约瑟伫困难内面，伊无质疑上帝，伊无怀疑上帝。伊互高升地位的时，伊嘛无骄傲。会当讲，伊伫任何环境，伊拢保持正直。所以咱看创世纪的作者对约瑟完全无负面的批评，甲任何怀疑。所以约瑟嘛，互人认为是旧约的内面有标耶稣的一个人物。所以伫遮嘛，搁一摆证明旧约甲新约是有关系的。所以咱兄弟姊妹袂当讲旧约是以色列人的，我读新约就好。旧约甲新约是有关系，因为旧约的经文拢是指新约的耶稣基督。就亲像保罗所讲，论即个教，大声讲论要教伫恁的恩，遐的先知也互群群查考讲究，基督的神点伫因的，大声干净基督所拄着的艰苦，甲后来才会阳光，因查考神所指明的是甚物期，也是甚物款式的期。所以咱即马来看讲约瑟，旧约约瑟，为虾米讲是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甲耶稣的出世拢是神迹。伊约瑟的老母拉结原本嘛生袂出囡仔，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是对圣神投胎。另外，约瑟甲耶稣拢是老爸所欢喜的。伫耶稣受洗的迄天，有啥对天顶来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甲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拢是30岁。
约瑟互伊的兄弟怨恨，耶稣嘛互本国人，特别是遮个宗教的领袖所怨恨。因两个人拢是互出卖，因两个人受迫害，拢无出声。约瑟互伊主人的太太引诱，耶稣伫旷野互魔鬼试探。约瑟迄领彩色的衫，最后互伊的兄弟摕去染白。耶稣伫十字架顶所穿的迄领染白的衫，最后嘛互拆做几啊块。约瑟甲伊的兄弟分开将近30年，耶稣甲跟对伊的人分开到呾，直到伊过来。约瑟互卖到埃及，即个埃及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绝望黑暗的惨景。咱知耶稣死嘛，互带入去迄个黑暗的坟墓。约瑟受提拔到一人以下万人以上的安尼地位。咱看见耶稣基督虽然伊是神，但是伊顺坦上帝旨意，谦卑顺服到死。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赏赐伊迄个名满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记若伫天、伫地、甲伫地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拜伊，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伫上帝。约瑟甲耶稣拢是食面的来源。约瑟备办遮粮食，互埃及无互饥荒来灭无，甚至天的真侪人捌来伊来买物件食。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约瑟甲耶稣拢是和平的使者。约瑟伊最后原谅伊遮阿兄，并且劝因讲：恁毋通过去所做的来艰苦。约瑟接纳因，并且安置因规家伫埃及上好的所在伫遐生活。咱看见耶稣伫十字架顶嘛赦免遐个无知的人，爸也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耶稣用伊的身躯甲伊的保护，促进和平，恢复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最后，约瑟嘛成做伊的家庭甲以色列民族的救星，保存伊的性命。咱嘛相信耶稣会死甲搁活，嘛要拯救所有愿意相信、愿意跟地的人，互咱会当脱出迄个黑暗的交界。兄弟姊妹，创世纪非常的有趣味。咱看见创世纪，特别是约瑟的故事，非常的戏剧化，并且咱嘛是咱中间真侪人自细汉听到大汉的安尼一个故事。但是一句其中所蕴藏的、所有表的，伫咱即个时代已经完全透开，已经完全指明，互咱看见上帝计划伫黑暗的世代嘛共款的运行。所以，毋望兄弟姊妹毋通互你眼前的困难所打败，因为主永远在掌权。透过以前的故事，透过咱以前所度过的代志，咱相信主永远在掌权。咱会当做的是啥？单纯的倚靠，互耶稣伫咱的内面帮助咱有气力、有信心，会当来面对一切的灾厄。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约瑟的故事，互阮看出上帝你的旨意。无论伫甚物款的环境，拢伫运行，甚至伫真黑暗、阮无法度明白的环境的中间，也是伫运行。主，恳求你开阮信心的目睭，互阮看出主你伫引带，互阮无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失去信心，互阮会当永远单纯仰望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2遍。有信的人，耶稣了你，马太福音14章31节。有信的人，耶稣了你，马太福音14章31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605首，信诗605首。阿起立。
奉献建堂奉献，请林宗正、高祖安、查新长老来负责奉献。奉献请徐同庆、廖贝干、曾其阳执事来负责奉献。起立。坐。遐看周报281页消息报告。第3点，着避免资源浪费，教会送互会友的月日，采用登记的方式，就予1份，请伫今仔日进前伫1楼公布栏，也是敲电话互甲教会登记。第5点，双年大学2023学年度第1学期甲社会局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定伫9月初1，拜5上午9点30分要举行开学的礼拜甲课程。想要报名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爱带健保卡，搁写报名表。小组甲牧区消息：摩西牧区小组时间今仔日下午12点30分要举行小组长分享会。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登记。周间聚会甲后周圣港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到，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若要登记阅历的吼，咱若伫看直播的兄弟姊妹，你嘛会当用 LINE 或回伫即个 LINE 来甲我讲，我会当帮你登记。所以咱即时咱搁一届有一点点仔关系，咱后礼拜咱设到148周年，抑活礼拜一寡行前通知。好，咱后礼拜坐车游览车的即个地点是伫上山火车头的圆顶广场头前。所以，请咱兄弟姊妹8点到8点15分伫遐来集合，然后咱的车长会分迄个贴纸、姓名贴互咱，互咱8点20分准时上车，30分来发车。所以，请咱会记哩，咱毋是伫教会集合，咱伫上山火车头前即个圆顶广场遐，车停伫遐。
好，过来就是咱若是开车的兄弟姊妹，请你找即个芥菜总会孙理莲纪念营地，吼地址伫遮。然后咱主日礼拜是10点开始，吼，请你较早来，吼，伫遐来备办心。吼，咱中昼用餐的地点是场地岭餐厅，吼，咱有名牌顶面拢有咱的楼层，吼，甲咱的桌次，咱若按照迄来入座。所以提醒咱兄弟姊妹，若开车兄弟姊妹，咱顶礼拜有一个投影片，内面有真详细即个交通的指南，吼，所以你会当去教会网站来看，吼，咱教会 FB 的网站，吼，拢有即个档案，吼，所以你会当来看，吼，所以咱嘛为着咱野外礼拜下遮的天气，也是咱所有的行程，吼，咱拢会有求主来保守。在咱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一寡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为着世界台湾宣教师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大样的事工，特别咱伫后礼拜开始，互咱的客服班就要开始，然后咱遮的熊年大学吼，所有一切事工拢差不多要开始，咱恳求主来保守。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配营来祈祷，互咱嘛为着信实来祈祷。伊伫顶礼拜8伊本来开始要做化疗，但是甲发觉。伊有2粒的肿瘤，所以即马做一个切除，伫遐化验，吼看是什物款的肿瘤，吼，甲来做伙，再来做了后的决定。所以咱为着信实来祈祷，吼，咱嘛为着阿叔姐来祈祷，互伊伫厝里，但是伊身躯真虚烂，吼，伊即马是用插管喂食，吼，咱嘛恳求主保守，也保守建议长老因全家会当真好的照顾，真好的陪伴，吼，咱嘛为着。查实正兄、慧玲姐、明哲兄、白长老娘今仔日有来到咱的中间，吼，咱继续为祈祷。玉秀姐、林鹤姐、秋菊姐、清真兄、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俊兴兄、阿卡姐、赵雄兄来护姐。吼，迄天阮去看来护姐，伊的情形真好。除了耳孔较重以外，吼，伊行路，吼，拢会当豆豆仔行。吼，咱继续为祈祷。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玉姐、郭元兄、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嘛为着美珠姐的婆婆吼来祈祷，所以咱开嘴为着遮个事，吼为着遮个肢体来祈祷。信神，恳求主的保守，然后因有对你来转变的信心，也为着做做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也恳求你跨过因带，因伫白行中间也对主你有信心，也袂明白你的恳求主也恳求，也过因遮的因主的家人来福音来到真好的安尼照顾，也为着世界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帮助，主恳求你跨过这个事。伫你面前，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内心阮要为着肢体来祈祷。阮做兄弟姊妹拄仔伫经历病痛，信实伫住院，阿叔姐伫厝里，主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厝里伫遐疗养，因久长的病痛，阮实在毋知影要安怎来帮助因。总是阮只有祈祷，恳求主加添教育的气力，伫遮的兄弟姊妹，甲因厝内人的身躯顶，互因对主有信心，互因也相信上帝你有上美好的安排。主，阮也要为着欢迎的配营来献上感谢，恳求你继续看顾伊，甲伊巴肚内的囡仔，啊为着教会来祈祷。无论是阮的建堂的事工，恳求主，互阮同心合意，也互阮所有。遮个社区的事工，伫后礼拜陆续要来开课，也是教会内部阮遮个教育的事工、抄圣经、小组查经的事工，恳求你也使用，互兄弟姊妹受到造就，也恳求你保守阮后礼拜的野外礼拜，互兄弟姊妹阮做伙伫遮享受对上帝你爱来听，也互阮享受彼此之间的关怀。阮也为着世界台湾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即个所在。主，互阮即个小小的岛事，也伫主你的听的内面。虽然伫7月份，阮真看见阮真侪同胞，因伫拜因无认捌的神，无认捌的鬼的时，
主，阮的内心会感觉因非常的糊涂，但是主也伫即时恳求你帮助，互阮有灵敏的心，互阮有听的心，会当为因来祈祷。恳求主，互阮会当伫即时搁较发挥阮基督徒的身份甲角色，互阮会当伫遐将耶稣基督的疼甲平安带互四周围欠少平安的人。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即个世界充满战乱，也是真大的遮个灾害，真侪人伫困境的中间。主恳求你保守也怜悯，祝福即个世界透过你的怜悯，透过基督徒的听支持，互受苦的人来得到帮助，互有需要的人会来得到支持。阮也将伫逐国宣告的遮宣教师，主恳求你来保守因规家，祝福因伫遐会当真好适应，也互因伫遐会当享受对主你来的平安。互因伫遐所做的工，虽然有诶是真无形的工，互因遮个工拢会当真做有效果诶。主恳求你也保守阮兄弟姊妹未来一周的脚步，互阮无论伫阮的工课、伫阮家庭的生活、甲人的志接，互阮拢会当行出合主你心意的安尼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吟时后请牧师祝祷。开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